下。母女儿啊，自今我老了，还瞧什么呢？我当年像凤娘的这般年纪，倒是比他还强呢。是啊。哦，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讽刺，千真万真。从我们家是个女儿算起，要色好，要色巧，奴孤独不及保养的我。老叔叔，是啊是啊，老太太，这话可是偏了，这话倒是真的哦。我时常听老太太在背语是包姑娘的好呢。凤丫头，已经准备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苏醒就路一路吧。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姨太太，老太太，想起什么都尽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让凤丫头办了来吃啊。老太太总是叫她去那里，时常让她弄些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